受到即个非洲猪瘟影响，为着要来减少这油喷的量，所以新竹县府呢是带头来要求当人伫点菜的时阵，就要小评估一下，尽量卖剩伤济饭菜。这政策伫实施了后，油喷的数量有明显减少，食偌济就点偌济，毋但是减少喷的量，也来减少资源。你好，请问要什么？食饭时间到，大家来到员工餐厅买中昼顿，丰富的菜色看起来就真好食。餐厅头家也针对个人需要，全部同款的菜色。员工想要食什么就点什么，食偌济点偌济。若是有无想要食的物件，买当请头家卖坑。像是我的饭量比较少，然后还有我不吃红萝卜啊、酸菜，然后我就会跟老板说，如果有配菜红萝卜跟酸菜的话，那就不用帮我加，这样就是可以减少厨余的产生，同时也可以避免食物的浪费。就会问客人说，你的饭量要多少，减少厨余。他说少的话，我们就给他少量这样。因为非洲猪瘟疫情，新竹县政府的员工餐厅嘛加入油喷减量政策，按照大家员工用餐习惯，制作出不同款的菜色，除了是要白去拍算，买当达成油喷减量的目标。吃多少点多少，吃多少煮多少，不要浪费食物，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这个厨余。那如果粽子有厨余的话，也要让它沥干之后，把它送到这个清洁队，也就是把它运走去处理。我想这个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减少厨余努力的地方。政府也呼吁民众伫处理，不应该食偌济、煮偌济，不管敢有非洲猪瘟疫情，拢该做日常生活做伙加入油喷减量的行动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